咸、脏、保密。咸、脏、保密。先、在、最后。先、在、最后。你先去变数谈下，再去变数做下，保密变数减放。你先去变数谈下，再去变数做下，保密变数减放。我们先去打扫客厅，再去打扫厨房，最后打扫房间。我们先去打扫客厅，再去打扫厨房，最后打扫房间。南西烟强，我哋先去变数谈下，再去变数做下，保密变数减放。我哋先去变数谈下，再去变数做下，保密变数减放。先同逐步装饰来，再去出作嘅，保密去出灯呢。先同逐步装饰来，再去出作嘅，保密去出灯呢。咪做得讲，先留逐步装饰来，再去出作嘅，保密去出灯呢。先留逐步装饰来，再去出作嘅，保密去出灯呢。你先把抹布弄湿，再去擦桌子，最后去擦椅子。你先把抹布弄湿，再去擦桌子，最后去擦椅子。先同垃圾分类，再拿去搭贴，保密要记得洗漱。先同垃圾分类，再拿去搭贴，保密要记得洗漱。咪做得讲，先留垃圾分类，再拿去搭贴，保密要记得洗漱。先留垃圾分类，再拿去搭贴，保密要记得洗漱。你先把垃圾分类，再拿去丢掉，最后要记得洗手。你先把垃圾分类，再拿去丢掉，最后要记得洗手。南西烟强，先囤垃圾分类，再拿去折合，保密要记得洗漱。先囤垃圾分类，再拿去折合，保密要记得洗漱。客家闽语学院今日嘅大变数篇就到这里了。我是主持人盛嘅，下卡到精彩嘅课程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客家闽语学院，张来了。